精神可嘉，不怕困难，来参皇道场。欢迎欢迎，欢迎。欢迎欢迎。好多辆。
来面，而且咱自然水，哦，咱若较少的自然水，咱迄就可以拄仔都会拄着，所以要拄着。前贤大德，欢迎欢迎，哦，好好欢迎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，好好好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哦，欢迎欢迎，特色，等下咱道场，相信讲，若讲咱拢一师之徒，一母之子呢，会当来将咱的道场，搁再来用心发扬光大。我相信讲，这是咱今仔来的目的。因为时间非常的真紧啦吼，咱预定吼，要请到咱的这个育儿圣堂的，咱讲咱的李总干事吼，因为这个讲师的主编，预定要甲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差不多30分钟啊，30分钟，30分钟完的时阵呢，来请着咱的会员吼，这阁楼落去参观吼，参观。预定就是4点40分吼，啊，准备就是要复归，要起程吼，要转来咱的故乡吼。4点40分，4点50分上车，哦，啊，就开始，咱12台的车咧，慢慢就复归。我相信讲，今仔一路那个旅程吼，应该是讲安尼，互大家敢真欢喜安尼，啊毋敢互大家各位伤老食，伤暗转去啦，哦，所以讲咱今仔来，时间是重点式的，下摆若有机会，恁大家若有想要来，啊，你就甲咱机会，也是咱各道场各组线的经理来报告。安尼来讲吼，一台车、2台车、3台车，也是旅行车、轿车，我相信你最后来，咱的迄个李总干事呢，伊会足热心，较有时间来陪咱。啊，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咱的育儿圣堂的前任、副前任，也是叶江老师，拢去国外吼，开发了5工啦，吼5工，所以啊有拍电话转来，真抱歉啦吼，无法度来。亲自甲咱领接，因为拢是国外吼，啊，所以讲大家吼，到伊的时阵来就做吼，时间非常的宝贵。啊，恁若手顶若无甘露水吼，举手就我紧吼，喙焦吼，伊个会务人员吼，志工吼，伊也看袂到吼，你有摕到甘露水无摕到嘛毋知吼，你若无举手吼，大家免细意吼，啊，无咱请着咱总干事吼，过来个。各位点老师，各位前人在地，大家午安。欢迎咱诸位在地呢，莅临阮这个育儿圣堂来甲阮的神指教，来甲阮普教。那么因为阮这点老师呢，拄好啊去泰国开这个法会呢。所以呢，袂有通咱转来的时，甲咱大家迎接，作这个安尼真歹势。那么，阮这个内底先这个也做简单的这个讲解呢，我就请这个帮领人，请帮领人来主编，
好来，安尼恁哦，即摆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时间尽量把握哦，以上。